錯啦。點解叫不倒咪咧？嗰邊咧就係男女子組咧，每個4個隊員派出嚟，支咪咧就一路咁樣旋轉喺佢哋面前咧，就有前右左右。即係要鬥腰力。冇錯，但係佢哋唔準掂咪啊！大家唔準摸支咪嘅，而要好清清楚楚唱出嗰首明明白白我的心嘅，得唔得？冇錯。啊！咁啊，女方可能好啲啊，矮啊嘛，矮可能就算係啊，咁樣得啦。嚟咯，介紹下先，你哋有邊個？鄭伊健、吳奇隆、呂方同埋金城武嘅。你咧？誒，女隊員啊，我哋有吳倩蓮、楊采妮、彭玲同埋黎瑞恩。明明白白我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我曾經為愛傷透了心，為什麼甜蜜的夢容易醒？你有一雙溫柔的眼睛，我有善解人意的心靈。如果你願意，請讓我靠近，我想你會明白我的心。星光燦爛，風兒輕，這是寂寞女兒心。我比舊日年輕，把創傷撫平，不再流淚到天明。明明白白我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我曾經為愛傷透了心，為什麼甜蜜的夢？星光燦爛，風兒輕，最是一份真感情。我曾經為愛傷透了心，為什麼甜蜜的夢容易醒？一雙溫柔的眼睛，有善解人意的心靈。如果你願意，請讓我靠近，我想你會明白我的心。星光燦爛，風兒輕，最是寂寞女兒心。年輕，把創傷撫平，不再流淚到天明。白白我的心，真感情。我曾經為愛傷透了心，為什麼甜蜜的夢容易醒？好少唱歌喘晒氣喎，見到佢哋。唉，嗱，其實男歌星咧頭先輸咗啊，因為鄭伊健仍跌咗出去添。我冇所謂啦，冇所謂。同埋佢哋好唔落力㗎，就咁企咗喺度。冇錯，唔係啊！我見到頭先楊采妮淨走去隔離個咪唱啊。係啊，咁打頭先有唱成平手啊！啊嘛。打成平手。呢啲等我哋嘅唱片公司。